在日新闻来关心华视的历史。1971年10月31，华视开台，即马已经满48岁啊。华视嘛变成台湾老二会电视台之一。台庆活动包括艺人黄子佼、演员李千娜、导演李叶天伦呢，拢来现场祝贺。新的一年求新求变的华视嘛，将伫新闻、戏剧、综艺节目方面带来更加侪优质的内容，要予观众朋友欣赏。 王福乐团的主唱小明带来话题曲《俗女养生记》的主题曲，和现场陶醉。华视48年台庆活动，包括艺人黄子佼、郎祖筠、王彩华，这为华视出道的艺人，拢倒来后头厝做伙庆祝。那没想到华视又帮我拿到第9座金钟奖，谢谢华视。 黄金年代跟女王当家，还有到顶来老的，所以我的小孩都是华视在养的，谢谢。华视为1970年开台，制作过真侪好戏。今年求新求变，推出一系列的金选剧场，拢得到金钟奖肯定。接下来要有更加侪作品要推出。 站在过去的基础，加上今天的努力，我们大家迎向光明的未来。我们打造一个服务的平台，我们希望让华视可以服务更多优秀的团队。经典戏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重新拍片，这礼拜播出了后风评真好。再来还有名导演叶天伦、金牌音乐制作洪英良制作的作品，要甲观众见面。全新的一年，华视一定会予观众有全新的感觉。